呢個係本片嘅電動輪椅大細，提供俾大家參考。今次碌下，同大家嚟到位於南環區羅寶博士街嘅澳門廣場。澳門廣場呢度呢，就有3個出入口嘅，我哋一齊睇睇喺 M171G2 巴士站附近嘅入口先啦。呢個入口有一個頗高嘅級嘅，而高度呢，就去到輪椅腳踏以上。我哋沿住外圍行，嚟到國際銀行大廈對面嘅入口。雖然呢個級呢就比較矮一啲，但都未去到可以俾輪椅自由出入嘅程度。我哋繼續沿路行，嚟到英皇酒店同新88伴對面嘅入口。呢個入口係一個微微嘅斜坡嚟嘅，非常方便輪椅出入啊。而玻璃門呢，亦都唔會太重。過咗玻璃門之後，我哋就嚟到澳門廣場嘅 G 樓啦。呢度嘅通道闊落，地面亦都十分平坦。而澳門廣場嘅 G 樓去到2樓呢，都係一啲鋪頭同埋 food court 嚟嘅，其餘樓層就係辦公室。我哋沿路嚟到辦公室升降機大堂。嚟到呢度，大家記得睇清楚樓層嘅指示，揀返對應嘅 lift 啊，因為唔係每部 lift 都可以由地下去到2樓。你問我點解會知？遊完一輪 lift 河，我哋決定醫飽個肚先，於是就嚟到1樓嘅津津食堂。唔講咁多啊，快啲揾返個位坐先。由於我哋當日嚟到就啱啱好午飯時間啊，所以空置嘅位都唔多。之後我哋就揀咗食堂邊緣嘅位啦。但講真，呢個位唔係太方便輪椅使用者啊，因為坐主席位呢又會頂腳同壓咗條通道，而泊入去座位呢，因為空間有限啊，真係要一定嘅泊車技術。最後仲要犧牲埋對面呢2個座位，先夠位泊得落部輪椅。食飽之後，我哋行咗食堂一圈，發現食堂中間位置嘅座位呢係比較方便輪椅嘅，而且通道都相對比較闊落。我哋喺收銀台直入就見到噶啦。Nice。食飽飽梗係要放低幾兩啦。喺食堂嘅同一層，出 lift 轉左再轉左嘅位置就有無障礙廁所啦。我哋一齊去睇睇啦。廁所道門呢都算係輕嘅，但通道呢就相當考驗我哋嘅駕駛技術啦。哎呀，我咪已經棘住咗。你都有。哎呦！由於廁所嘅空間比較有限啊，自理能力高嘅輪椅使用者可能會比較方便，但好似我呢啲需要人協助嘅朋友仔，就真係要諗辦法啦。參觀完無障礙廁所，繼續去其他地方睇睇啦。1樓除咗食堂之外，仲有其他商店嘅，我哋一齊入去行下。高過你啦佢。不要下班好嗎？呢度嘅通道係足夠輪椅過嘅，而視覺高度都啱好。大家有興趣不妨嚟行下。之後嚟到出 lift 轉右嘅位置，有一間來來超市，空間同通道呢，輪椅都啱好可以過到。行完1樓，我哋就搭 lift 去2樓啦。呢度嘅 lift 裏面嘅空間有限啊，輪椅喺 lift 入邊掉頭呢就比較困難嘅，而 lift 嘅2側呢就啱好仲可以企到其他乘客。嚟到2樓，我哋發現同樣位置都有無障礙廁所，但裏面嘅設計就同1樓嘅大同小異。2樓呢度呢暫時只係得樓上嘅啫，而樓上裏面嘅通道呢係夠晒輪椅過嘅，而且空間都好舒服，加上視覺高度啱好，
整體感覺係 good 嘅。行完2樓，我哋發現1樓同 G 樓中間原來仲有個 M 層噶，我哋一齊去睇睇啊！M 層呢度主要有莎莎同萬寧，而裏面大部分通道呢都夠輪椅過嘅。相比起一般嘅街鋪，輪椅使用者就唔使擔心呢度嘅門口有級啦。有興趣不妨過嚟行下。哇，咁快就同大家行完澳門廣場嘅 G 樓到2樓啦。總括而言，澳門廣場呢度呢係幾適合輪椅使用者嚟嘅。而我最欣賞就係1樓嘅 food court，因為呢度進駐咗好多間平時喺街鋪嘅話，輪椅係唔方便甚至入唔到嘅食店啊。而喺呢度就可以大飽口福啦。但大家要留意時間，要避免放飯時段，咁樣就可以揀返方便輪椅嘅位置用餐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無障礙嘅休閒娛樂資訊，記得緊貼我哋嘅更新啦。今日碌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條片見。